蔬菜生果當飯食，低油鹽糖做足晒，一聽就夠晒健康。但呢種生活習慣對某一種人嚟講，居然不自覺傷害緊腸胃，仲可能同胃癌有關。因為我一路覺得我自己生活上都好有規律啦，飲食都堅持自己煮啦，多菜少肉都好健康。但係原來你咁健康，原來都攞一個報告，胃痛就會話跌到胃癌前期病變。良好嘅飲食習慣固然重要，但唔適合自己嘅反而會弄巧反拙。到底發生咩事呢？我平時都主要我都係自己煮飯，帶飯嘅。而家呢個呢，就係做午餐同埋晚餐，我都會帶返公司食嘅。飲食呢，同而家就有一啲比較大嘅改變。之前就多菜少肉啦，菜呢通常就係烚多啦，而家就要炒菜啦。中醫師講一定要夠薑，紅米糙米啊，多菜少肉啊，好似好健康嘅。但係呢，唔啱我，以前唔覺有問題，因為自己唔知嘛。Connie 廿幾年嚟飲食清淡，生活習慣良好，簡直係教科書級別嘅健康人士。但係令佢身體出現問題嘅，正正就係呢啲習慣。咁我自己個生活習慣呢，我自己都係冇食煙啦，冇飲酒啦，唔食酸辣嘢啦，咁樣夜晚12點零鐘就瞓覺啦。咁飲食上都係自己煮啊，主食係紅米、糙米，多菜少肉。咁每日都會食2至3份生果。咁跟住早餐就會食麥皮、牛奶、雞蛋。一次胃痛復發，檢查之後發現係腸化生，仲話係胃癌前期病變。一聽到呢個腸化生，我就覺得咩嚟㗎咁樣。咁但係醫生就會講咗胃癌前期病變，都冇諗過自己個身體會咁樣樣啦。腸化生全名係腸上皮化生，可能好多人都未聽過，但原來非常普遍，患者眾多，更加被定義為胃癌前期。即係原本正常嘅胃黏膜長期受到刺激，造成慢性發炎而受損，黏膜層細胞就會產生腸變異嘅情況。如果呢啲刺激得唔到舒緩，有機會進一步發展成異型增生，屬於癌前病變。再惡化落去就有可能演變成胃癌，通常前期都冇症狀。20多年前都有胃痛嘅，胃痛個持續咗應該有大概10年8年㗎啦，重複胃痛，跟住去睇醫生，醫生又會俾一啲胃藥我食，食完之後跟住就會好啲，跟住一痛咁啊又去睇醫生啦。大概係10年以上都有嘅。有一個醫生就建議我去做一個幽門螺旋菌嘅檢測。咁之後咧就證實咗我係感染咗幽門螺旋菌，之後咧就俾我大效藥食佢嗰啲藥，食咗15日之後咧，咁呢10零年咧都冇胃痛㗎啦。但係去到舊年我放假，咁就去食咗一啲比較多平時少食嘅嘢，譬如講竹筍啊、糯米啊咁樣樣，跟住翻到嚟咧就覺得胃痛，持續咗3、4日之後咧，醫生就建議我去照胃鏡。咁照咗胃鏡之後，醫生就話我有急慢性嘅胃炎啦，同埋有一個腸化生啦。一聽到呢個腸化生，我就覺得咩嚟㗎咁樣。咁但係醫生就會講咗胃癌前期病變，跟住咧我自己個腦咧一片空白，因為一講到一個胃癌前期病變就好驚咯，但係驚到乜嘢唔識反應啊！嗰陣時就都係行出個診所嗰陣時都仲係唔識方向咁啊，翻屋企都冇方向感啊，即係嗰種擔心啊，嗰種擔心，個腦一片空白咯。停咗一輪，跟住再慢慢問醫生，醫生就慢慢解釋係啲乜嘢嘢咯，冇得逆轉嘅啦，淨係照胃鏡，即係每2年去照胃鏡追蹤咯，冇方法。照胃鏡都唔係一啲好受嘅嘢嚟嘅喎，都唔係幾好受嘅嘢嚟嘅喎，咁都要照，但係仲要我一世咁樣去 keep 住咁樣樣，同埋都覺得好辛苦，但係又冇得唔照啊嘛，係嘛？又要睇住，所以好無奈。好擔心，唔知如何點樣好啦，好似孭住一個炸彈咁啊！即係你唔知佢幾時爆定係唔爆。咁喺嗰幾日我知道呢個消息嘅，即係嗰個生活啊、個情緒上都受困擾嘅。但係我都會覺得冇理由就咁等啦。
唔想齋等，希望揾到多啲出路嘅心態，為 Connie 帶嚟轉機，亦都終於知道引致自己腸化生嘅原因。我隔咗15日左右啦，我就決定去睇中醫，因為呢10幾日咧，我就會不停上網去睇好多有關腸化生嗰個症狀啦，係點樣樣啊？咁西醫又會點樣講啊？中醫又會點樣講啊？冇理由咩都唔做噶嘛，喺度等噶嘛，係嘛？咁佢話中醫講有得逆轉，咁我一定要去嘗試去睇，作咗呢個決定。去睇中醫嗰陣時，我攞我個報告出嚟俾中醫師睇，中醫師咁佢睇完我個報告之後，佢就了解咗我個身體狀況過往係點樣樣，佢就會問我飲食習慣係乜嘢嘢咯。佢了解咗之後咧，我個飲食習慣聽落去咧就係幾健康嘅，但係佢睇咗我身體狀況，佢話唔啱我啊。點解 Connie 佢飲食咁清淡咁健康都會有呢個問題嘅？飲食咁清淡就係佢治病嘅原因之一。咁啊，其實係因為佢嗰個身體喺我哋去診斷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屬於中醫講嘅腸寒而胃有熱嘅狀態，其實類似一種叫做寒熱夾雜嘅狀態啦。另外，因為佢個人係比較緊張啲，佢做嘅行業咧經常用好多氣力啊。咁好多時咧，佢嘅身體嘅狀態咧，佢嘅氣血嘅水平其實不足以去應付到佢平常嘅工作，咁變咗佢就要好似俗稱我哋中醫講嘅，要谷咗啲元氣出去用，咁變咗咧，其實內臟特別係脾胃嘅地方嘅氣咧，其實係去虛弱咗嘅。咁啊，但係咧，佢上邊我哋叫上焦，即係喺個胃以上呢啲地方咧，又有一支虛火嘅存在，咁就會形成一個寒熱錯雜，上半身會熱啲。下半身喺胃腸以下嗰啲地方咧就會寒啲，咁啊呢個亦都可以解釋到佢點解會長期有一個喺胃出現一啲發炎啊，或者係一啲所謂甚至乎潰瘍嘅狀態，因為熱屈住咗喺嗰個胃嘅部分啦，咁而腸就凍喎，咁反而佢哋認為我自己好似有啲熱氣喎，所以食清淡啲，希望咧即係唔會影響嗰個消化系統。咁啊，甚至乎食飯都少咗嘅，即係比較少飯。我哋會同佢去解釋，其實由於你成個身體嘅狀態，其實去到一個我哋叫做陽氣不足嘅水平，甚至乎內寒得好緊要嘅水平。咁再食清淡咧，其實就係增加唔到熱量，甚至乎會增加身體嘅寒氣。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當寒氣越嚟越加重啦。所以佢嘅大便嘅狀態都係麻麻地好嘅喎，佢係唔係好夠氣去大便？佢係諗住我再食多啲嘅蔬菜啊、水果咁樣。調翻轉，我叫佢食少啲蔬菜同埋水果。胃嘅功能已經下降嘅時候，我哋係需要食一啲稍微易啲消化嘅，例如可能米飯，例如適當嘅一啲肉類，令到佢增加熱量，咁先啱嘅。咁所以喺度大家都會留意嘅就係飲食清淡，事實上要視乎成個體質嘅狀態需要。特別係因為阿 Connie 佢嗰個手腳都特別凍嘅，咁喺呢個情況底下，其實你應該會知道身體寒咗咯，唔好再食得所謂咁清喎。最好每樣嘅食物裏邊加適量嘅一啲叫做辛溫性嘅一啲成分啦，例如適量嘅薑啦，少量嘅薑啊、葱啊、蒜頭啊、胡椒作為一個調味料啦。咁其實面色咧，佢自己認為都 OK，但係實際上我哋會見到咧，咦？好多地方青啲喎，黃啲喎，暗啲喎。青啲係代表有寒氣啦，暗啲係代表身體嘅一啲寒濕嘅現象、水濕嘅現象都會比較多啲啦。而黃咧就代表脾胃功能都係比較差嘅狀態。咁喺呢個情況底下，第一，我哋要需要食翻多啲米飯，有胃口食米飯。第二，進食嘅速度要減慢。第三，唔可以做一啲過量嘅運動，特別係放咗工之後，我哋希望做一啲拉筋啊、放鬆啊，係幫成個身體神經系統放鬆到嘅活動為主咯。咁第四個部分就係我哋會加強一啲藥物嘅調控，令到佢嗰個神經系統比較放鬆，可以去瞓覺。而瞓覺係佢修補嘅其中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元素嚟嘅。中藥上面會用一啲所謂健脾、溫陽、散風寒，同埋喺我哋叫做上焦啦，因為佢好多時間中佢都會出現口枯嘅現象嘅時候咧，我哋會仲用一啲叫做疏肝清理肝膽熱嘅一啲藥物俾佢。
咁啊，因為亦都喺佢嘅身上面，我哋留意到有少量嘅淤血嘅象徵嘅時候，我都會用一啲叫化瘀嘅藥物去俾佢。咁啊，同時考慮因為佢好多次嘅一啲胃嘅黏膜發炎啊嘛，咁喺修補胃黏膜上面嘅藥物，我哋都有一樣喺佢治療嘅過程裏邊咧，適當咁樣去幫佢去處理，咁佢先至可以成個身體修復。唔單止個胃，腸道菌蟲狀態對 Connie 呢個個案嚟講都非常重要，需要營養師一齊幫手重新調理腸道同埋整體體質。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啦，就係 Connie 佢胃痛啦，之後去 check 完有腸發生嘅問題啦，咁之後我哋要去做咗個腸道檢測啦 ，check 翻佢腸道入面會唔會缺咗某一啲菌，或者話某一啲嘅壞菌係過多嘅。咁其實出嚟成份報告啦，都會見到整體上12隻菌好菌上面咧，其實有11隻都缺乏嘅。咁當中就係唔同款嘅雙歧桿菌啦，同埋乳桿菌咁樣嘅。check 完嗰個腸道檢測之後啦，咁其實都即時配翻佢自己缺嘅嗰啲益生菌，咁我哋連續食咗半年嘅。有益生菌嘅食物就要配埋益生元嘅食物啦，因為益生元係幫益生菌提供一個更好嘅環境，令到個益生菌容易啲定植喺我哋個腸道入面嘅。譬如話我哋喺食物上面嘅話，洋葱啊、大蒜啊呢一類嘅食物都會有嘅，盡可能地喺日常嘅飲食入面都加翻入去咯。喺佢哋嘅建議之下 ，Connie 重新改變生活同埋飲食習慣，調理咗1年左右，佢再次去照胃鏡，終於聽到好消息，連西醫都覺得驚喜。咁調理完身體到今年嘅9月份，咁啊再去照胃鏡咯，睇一睇個變化係點樣。咁我去照完胃鏡，咁我自己都仲有啲擔心嘅。但係當我一入去攞報告嗰陣時咧，嗰個醫生都好開心。直頭講話我個腸化生嗰個細胞係冇晒，全部好翻晒，變翻正常個細胞。一開頭呢個舊年7、8月去照嗰陣時個報告咯，個報告有急慢性胃炎啦，有腸化生啦，有一粒息肉仔啦嚇。咁呢個咧就係今年嘅9月份去照嘅，主要就係 check 個腸化生啊。咁腸化生係冇咗嘅。係啦，完全係冇咗腸化生，未見胃黏膜腸化生細胞嗰啲。我真係好開心，好開心咯！開心到係內裏都唔識講，亦都係好感恩遇到阿潘姨啊，釋放到咧成個人輕鬆咗咯。咁同埋我睇中醫之前咧，我一路咧，我朝頭早起身咧，我係個口乾，有啲苦嘅。同埋係有痰啦，成日覺得係有啲痰黐住喺個喉嚨度啊。朝頭早起床都會有啲眼膠啦。我睇完中醫係唔覺得有痰啊，口乾口苦眼膠嗰啲冇咗。仲有一樣嘢係之前係要靠食啲生果啊，去到大便啊每日，但係經過佢調理咧，每日好似嗰個時鐘咁，朝頭早都會好自然嗰個鐘數就會去排到啦，一路飲緊中藥，一路嗰個過程，自己都覺得內裏係精神咗啦，瞓得好咗啦。經過呢1年個治療啦，咁個腸化生攞咗照咗報告出嚟，咁完全可以改變晒一啲轉翻一啲正常個細胞啊。咁而家個心好似放下咗心頭大石咁啊！每日都食得瞓得，原來係都已經係好滿足㗎啦〜